收看今日福喜来的节目。哇，十個個兩年的時候咧過年了，所以今日嘅福喜來咧，大家咧分享嘛，家咧你特別繞牆到網上睇教授咧到節目地度啦，大家咧講一下，打造鼓一下，講到你過年嘅理想，又嘛嘅愛上電視機前面嘅鄉親朋友聽出動熟咯。不過今日好好咧聊一下，講一下嗬，所以大家咧分享你今日來賓嗬，理解客家文史工作者汪潤達教授分享。主持人李姐你好，那個觀眾朋友大家新年好，我係汪潤達。分享你個汪教授來到節目地度嗬，咁個教授一開始講迄個阿李姐啊，有點排泄，感覺小吉啊，小吉，安樣係冇，係冇一個阿李姐啊，想講哇，你係重點嘅，要冇學，我係晚輩，安樣講到阿李姐啊，有點排泄，其實唔係，你客家話是安樣講。小吉嘅意思。小吉嘅意思嗬，我今當幫佢做啲繞牆到汪教授來到節目地度嗬，家良上嘅時候咧過年了，年30。年30了，寒假個嗬。寒假，所以做兩邊，你先到你個鄉親朋友來擺隻早年，做啲嗬，所以嗬也要準備。你一般你過年想講乜嘅？比如講乜嘅福氣來咧啊，身體康健啊，嗬。不過好有意思嘅講法，比如講先生基本要你準備一下。講安樂咧。今年兩種安樂改年嘛，明年就係舊年嘛。改起舊來啊，太富太貴就天然來哦。而且先生大家會知道講，當然會說你係你製作單位準備，其實唔係，你係教授教藝對好改起舊來，錯嘛嗬？太富太貴是天然來。用呢做嘛一開始節目講咧，你講食材喎，按樣改百年改氣氛是冇強咯。係穩定嘅啦，係穩定嗬，因為一般你大家會講恭喜。係啊，你當度好有舊年嘛，應講舊來富舊來福啊，舊來係富啊，大富來。係，所以先生其實一般來講，你講恭喜，嗰啲你講係正式恭喜咯，唔係你學客家人嘅講法。係平常時講嘅人頭前啊講恭喜做得，你做生意講恭喜做得，過年冇講恭喜啦。冇啊，冇你特別重講咩？恭喜，其實唔係咁樣講嘅嗬。係啊。所以基本一開始節目開創嘅時間，先到先生用佢咁樣，你講係要溫嘅，係要煙梅嘅，然後大家來拜年。係要客家味啦。係要客家味嗬。唔講唔睇下，其實你客家人嗬，然後你過年嘅，你講老古年意，然後你過年。老古年呢種嘅過年咪易到嗬，像比如講你阿咪係先生準備嘅，唔係嗌都要準備，因為乜嘅問題唔係是問先生是錯嘅，你阿咪係先生帶來嘅錯冇？就講啊，你過年咧咪嗬？講嚟年到是好辦事啊，一個公婆是好過年啊，年前到春，年前到春啊是見舅哦，年後到春啊，嗰就慢悠悠。先生，我攏補充一下，不過真是你阿咪，你阿應該提起白談過安樣嘅老古年意嘅，所以當溫咧，人都好做事，係啊，人都好做事啊，係公婆好過年啊，係安樣意思係冇，你係每年兩季，做啲解說一下冇，年前到春，因為到春就係立春啦。因為立春一到立春啊，你出愛做事啊，愛時天啊，或者愛做天啊。錯。年前係到春嘅時節咧，因譬如過年一下就到春，過年晚過天咯，一下就愛時天啊，或者東西愛做天啊，所以會當見啊，當見裝嚟啦。你講年後人到春啊，跟住慢慢嚟來啊，過年好好嚟聊年，好好嚟享受啊。特別農業社會嘅時節講食材，會做農事都無限哦。係哦。等到過年嘅時，除了準備動到嘅，你講過年嘅理想準備動到嘅東西，唔過性情冇強咯。係啊。感覺是該東西都得好好嚟聊一下。錯。所以呢個農耕時代時節咧，就會到春當春了，20時則結氣嘛。呢個到春了後，出實就做係時天咧。所以時天咧，唔過其實根本嘅繞牆頭，你個先生喺度節目地度，唔係是講聊聽聽，其實你客家人講食材來，要動到嘅過年嘅理想，其實講起動有意思。動到。頭擺嘅鄉親朋友人講老一場嘅爸爸街台，佢都當重視。係因為你下前些時台行到你下，慢慢咧，
动到嘅理想是好冇去做嘅。係啦，咧因為係仲下後邊因係唔上因來到都市的就都市化生發啦。其實咧下種下因個從羅浮莊嗰邊啊，嗰度從下上邊因咧，佢肯定做咧種個老規矩啊，老規矩肯定聽咗。肯定有，所以種下咧下當到老規矩，其實老人家當從事。當從事，個人非常嘅從事。不過我講實在話，我新幹度嘅感覺係安樣嘅。其實你熱從事，你熱去做，熱去遵從安樣嘅理想，其實你會很好有眼眉。就是你會有很好有個人嘅眉頭，有安樣嘅。你是不是覺得哇，個人到咧聽從安樣音，聽從安樣音，是不是覺得當有意思？係啦，你講上嚟啊，上街啊，上嘅時間咧，你咧個人咧嘅樣相，個人嘅喜歡，所以咧，所以咧就泡睇是摸睇的，係咪摸街種嘅感覺？不過當有意思，基本上咧問先生，其實你一般來講，個人咪感覺理想係從年三十開始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，不過其實唔係呢。沒有。過年前是開始咧。20就開始咯。係介係用呢咯，你送初心係冇係咪？係啊，一到那個12月24所送新，簡單講送新所以送做官呀，做官呀基本上你做嘢嘅種係做下，所以你嘅東西做嚟嘅做下非常嘅重要啊，為搶做官呀都係做一啲嘅做下，啊到24嘅時間咧，那個做官呀去上天氣咯，玉峰大天來報告啊。講你阿福人咧有乜嘢嘛？因為做花嘅東西嗬，當到那個肥人家，就係家娘啊，呢個新 Q 啦、牙菇啦，我哋呢個將呢個做下，所以我下都當到嘅事情咧，都係做下嚟，除咗講出來嘛，所以呢個做官人咧，佢就會聽到啊，然後要了不下，就做乜嘅善事，做乜好事，還有乜嘅做兩百天，大家要做乜。所以意思是係講到 Q 啦嘅事，你是事，該本也是呢個都。送造型，是安樣嘅，是安樣意思哦，去到天天撈嘅風提條嚟講，哦，一邊講嘢咯，你阿下嘢做下樣嘢啊，做啲科攞做啲啱講喎，因為依家講嘛，公鋪啊、新 Q 啊、太古社 Q， 哇，所有嘅社會因度都該做下，持重強下，哦，所以該動從咯。錯。你一開始你是幾歲做？係咩喺度變數啊？比方說我到入年假開始啦。入年假從10月25我哋入年假，所以入年假就入年假嘅意思啦。幫我轉入到入年假。係12月25開始。入年假開始嘅時間咧，該就愛開始做過年了，就冇出門做事咧。呀，唔是上班咧，開始了咧。冇從兩下都上班，送到年三十，係越忙啊！即到個25嘅，從開始從聊年咧，咁個開始要準備過年啊，要排年貨啊，要變數啊，催辦啊。係因為頭排辦起較催。冇從你下東現咯，袂賣片嘅。梗係啊，因為催辦冇咁簡單嘅，佢當台嘅項目、當台技術度嘅。你一到人，現在一到人咧，那種從歐巴上嘅，佢冇見起曉得嘅啊。其實講實在，因為我媽媽常有催辦，頭排嘅時節嗬，媽媽喊出嚟時常有催辦。阿你這位催嗎？你這唔會催辦，會蝕版天天冇搞笑，因你是本來大家地講唔會。不過講實在，要當懷念、當懷念頭擺媽媽都做下，只是用台做。好而家時時風㗎，你講。錯㗎。該種嘅農嘅該種農倉嗬，佢隨頭擺一吹，你是一細細地，係貴農倉嘅頭擺。吹好咗，係咪興成？我強下咧講解隨頭擺，隨頭擺，別用到該做當背身冷。冇錯。哦，講實在話嗬，用想起來，你也唔是講做埋事情，你有安樣嘅歌唱是感覺過癮咧。係嗱，嗰種性情是冇強。佢就你貴族化，就個盤那個戲幕化，佢就個演就嘛。睇我全部有演充講啊，家夫婦嘅演充講就當冇下咯，個演啊就性情動學，唔過現場有單問題。嗰個過年嘅樣相咧。係，唔過有單問題嘅問現場，頭擺媽媽做辦嘅，係當氣管咧。係。佢家人都喺做嘛，你成日是在聊嘛。係。滿打開了，看到媽媽都喺做嘛，說媽都喺做嘛嘅。係。所以我媽媽講，冇見門。係，以下我間門關，我是做，我是吹。以下我嗰個唔啲哦，嗰個要紅葱嚟，要去到間廚房要嘛。門打開咧，慢做擺係喎，我媽要，係啊，做唔得講，係做唔得講，做唔得講，唔係用埋眼睛講落去叫做唔會送你啊。
哈？cái農場嘅天板又係我材料板啊，係我100摸脆熟嘅時節咧，出出摸熟咧，cái貴農場嘅板就冇好睇啦。cái做媽媽心情會當唔好。嗰是正經嘢。因為佢感覺板好係貴嘢嘅好潤。cái 當然咯，還有發板啊，發板我俾發啊，我開花啊，讓冇客人會翻呀。咁聽話問嚟問去當好，用班講做唔得講過啊，媽媽咧阿婆佢唔知做乜㗎？板水結叫做咩喎？你跳過社會啊，佢當曬啊，或者冇變裝師，冇乜係冷搭好事嘛，做啊，個水頭板炒咗菜頭板好嘛，啊咩沙即係冇多用。不能講，總得講。好啊，甚至講做唔得本成日咧落來樣班咧，佢做班咧，一個我做媽媽沙，一個做阿婆沙，佢當專心到嘅看靚一個炊板，炊板食材冇人改，我4-5點鐘咧，冇唔錯，我4-5點鐘哦，慢慢地炊，所以個火啊，做唔得強大，做唔得強猛，又做唔得強細火，度火，要用敲脆呢，條白係敲脆呢，所以敲呢上，佢需要弄火，佢需要火推到一出來，我一度火，個板又會吹到好。冇唔錯，所以其實講實在，係像教授講嘅，其實炊板已壓啲動態，啊你見落來炒機，係啊，板吹唔好，感覺貴嘢計，因為分線，佢分，佢吹唔好，佢發板冇發，佢貴嘢心情又唔好。當唔好啊！佢因為佢冇發板冇發，就係講天板冇熟嘅時節，佢貴農場就冇好睇。真是上次切口了，咪知道講哦，兩邊又說兩邊冇說，又應該吹冇幾好嘅，啊媽媽兩邊又吹好嘅，咁個其實媽媽心情是唔好。非常唔好。係咁講嗬，哇！大家要知道冇，睇呢個教授來講，呢個嘢嘅理想係咪睇你非常嘅有味道啊？感覺動同音，尤其到動有意思啊。其實基本嘅節目係是講炊板兩件事情動，還有動呢講嘢嘅理想要注意嘅事情哦。所以請呢個鄉親朋友，聊下你冇做開哦，你馬上聊下，等下陣來講。歡迎做啲邀請到王榮泰教授來到節目呢度啦，大家嚟分享。教授講實在話，講嘢嘅理想唔係呢兩個人1點鐘就得講得睇嘅。我嘅當多。理想當多，非常嘅多。還有當多呢個通演嘅建議啊，呢個灰梅啊，懷念，咁個上堂節目講到炊板，其實炊板還有當多就得講。其實唔過呢是講一點點停停，唔過容易講呢，因為忙講嘢忙煙上學，你線上講到宋祖星嘛，變數炊板，289堂講搭風搭春聯，係錯，搭風就係搭春聯嘅意思嘛。係，好，安啲嘅做題目呢位，搭咗個對聯，當我喊住黃聯，喊住呢個搭呢個五福臨門子啊，呢就係五福臨門子啊，錯5地嘅風啊，搭到咁樣從依，繼續按搭風，搭到滿當嗰樣一排嘛。係，你講啦滿風啦，搭滿風啊，啊個就是嚟做春聯嘛。好，嗰做即個嘅題目，啊，我下嘅題目，佢係講農家嘅時節咧，佢有豬欄，有牛欄，有雞雞啊。雞子嘅時節咧，佢做綠樹興旺啊。豬欄咪綠樹興旺啊，個牛欄水草蒼春啊。係嘛？佢谷倉啊，我寫搭一張慢，動念嘛，動慢係啱嘅。哇，都有意思。係個有水彩嘅時節啦，我就川流不息。所以其實都是有意思誒。好，但係咧，不論呢個頭隻喜哦，一隻希望，一隻盼望，心情是會好。同解你一強龍要眼眉，咁個其實慢慢是你到呢個眼上學。係啊，眼上學係挑白嘅建議是係講冇下動無限嘅。係啊，眼上學當題啊。因為我哋讀書嘛，感覺冇埋事情好做，咁個感覺冇下，喺動無限，媽媽動無限。眼上學是最尾一日準備過年啦，因為過年就係聊年啦，或者年初一直聊到年初5啊，所以你動到嚇。白天講。白天講咧都有話嗬，所以眼上學全部係準備好曬啦，就早就係白天講。係。但係我天講喺當到時候做，喺見下公婆啊。哦，見下公婆。眼上學天出嚟見下公婆。哦。係準備當到生意。生意。哦，佢準備嗰啲魚係要學門嚟哦，咁係前彩準備啊。係啦，一般嚟講，除了個辦果天出外嘛，呢個年節咧，有冇人家發板啊，呢個材料板啊，咧都出門啊，來見下公婆。見下公婆。係。咁個係要愛溫馨咯。哦，溫馨。
係。哦，該當冇慳咧吼，擺了伊早伊停伊早天然擺，伊擺了又有彎心。係啊，彎心，啊，就彎心就伊裝苗，哈，裝苗伊彎心啦。因為咁樣講啦，彎心咧，你演出嘅時間咧，因為有起風啊。係，冇。哦，起風啊，哈，伊起碼個風，伊兩下伊。古話應平安啊，嘛個風度做得。係啊，所以你要演是不是要彎心啊？係啱嘅啦。到下做那個仲做應該因為叫做三晚我嘅讀肌肉攀咯，溫葱煙菜，溫筍絲，東道菜，太溫。係那個筍乾嘅溫那個太煙啊，你都話全部做啊。我本先生講到，我哋下東上係講嘢，東上係講嘢嘅日本，真係安樣嘢。係冇唔錯，你做演習是咪？你講那個演習是咪正標？有，老古演繹啊，魔漢啊，有，我哋片有寫吼，30紅布百年鐵座，鐵座咧吼，唔過還有嘛，佢哋30紅布嘅盤正，盤正吼，魔漢，當魔漢有冇？主動做飯，因為動到世界嘅不下太細啊，轉來。還有嘛，佢30紅布賣飯佛，哦，有。係冇？有劇的啦，哦，有好劇的啦，有好劇的啦，當魔漢，你講起講去都好魔漢哦。係啊，還有啊，30紅布嘅鳥童哦，清病咧，你阿媽意思我先生講一下。嚇，嗰就因為你所有嘅東西你要睇病所咩？啊，病所到天日，年初一切退做唔得病。乜嘅東西都做唔得，乜嘅東西做唔得病所。凍鐵片。所以最尾也是這樣，你聽到咧，連最尾嘅鳥童也病啊，佢病到強來，所以按到清病。愛啲咧，因為年初是乜嘅事情做唔得病所，做唔得手摸，買做咁多事情做唔得做，而且媽媽爸爸會一起都講，你係講像洗頭拿啦、洗腎啦、洗喪服啦，吼，我卡嘅所有嘅病所嘅東西，同年30紅布出去之前全部做強。係啊，所以凍病。係，嗰啲那個30紅布嘅時間，應該做下食飽夜咧，哦，食飽夜咧，哦，食飽夜差唔多8、9點咧，哦，該做下，哈，你做媽媽曬慳得當摸慳啊。病所，還有個所有嘅做下嘅體內全部米腸，嗰是最尾個條路咧。安樣嘅感覺是係反正愛過年咧，你會做該張煙嘅最尾是秒鐘，全部做強，你改1分鐘改提一秒鐘，係啊，係陽春咧，伊開始重新開始嘅感覺。係啊，冇錯噶，個阿布做試下咧嚇，試下我攞是素水酒。哦，你係愛食唔啲咧？素水酒，你個翻譯個按照年夜飯咧。年夜飯。啊，佢學落法按照圍爐啊，嚇，佢啲客人講按照食素水酒。素水酒，素水啊，素水酒。按照素水酒，啲年夜飯啲客人講按照食素水酒。素水酒，咁樣講我先生。錯，好，所以個阿布一下嚟按照我哋點樣講啊？哦，好複雜，好似。就喺點樣講，因為點會講嘛，對不對？係貴也係點樣講，就是連續下去嘅意思，哈，所以叫暗布連到年初一，啊，就按照連綿不斷嘅意思啦。連綿不斷，我今每堂先生講兩個講食材會好，我哋嚟咗討論食理學聽，我先表度其實伊感同，因為頭擺我冇下前期聊條事情都要做，我講下要做，因為我做生意，我冇去了解，我冇去注意講，有冇去特別注意？我唔係留去從因理論嚟學問去了解，我是啲我冇下要按樣做。係啊，生意透過你做後生，伊就出冇慳出啦，就出要當條過年嘛。係當條過年。係個想阿母廿個掙煙錢，你幾多錢冇啊？係啊，冇係冇幫爸爸媽媽掙煙錢。咁個是從教授講嘅哦，頭班先生講下我ฝี門下我講個真係按樣嘢，冇下真係要點樣講。係啊。我從老一輩你真係當主錯，我嘛記得從上先掹死。信叫媽媽咪講好嘛，家家係寫信叫，挑哪麼會寫強哩？寫信叫寫好嘅係咩？要揾出一性歐洲嘅喪服。媽媽又講，哎呀，年喪事之前，嗰條喪服就會寫好哦。係啊，全部寫好。所以只是從信上講嘅，一頭排前線按樣做。係啊，所以我年喪事嘅嘅我哋正標都當武漢咩？所以是從解下老大家都分享按到嘅勞工演義是按樣嘅，年喪事嘅勞工演義是非常多咧，都有意思。咁我先生咧共同年喪事，其實係當到啲分享，咁我呢個共同年初一咧，年初一大家講嘅鬧春啊糖，要糖百葉冇？要冇？你講大百葉咩？係啊，大百葉要啊。哦。
一般来讲下就讲下台副人家时节咧，就讲白天讲去就唱八音班咧打哦。哇，梗系白天讲哦，哦，该早先就给他公婆基本唱八音咧打咧，所以年三十开始就开始就打咧。哦，年初就喊他打啦，喊他系讲不下都唱因咧打咧，该做按到喷春。哦，该系度讲庙行又系讲到了解。到个盖炉头啊，好就广仓啊，给摆起来，给八音班啊摆起来，该做按照打寸啊，脑寸打寸。係講冇係講前時冇以前八音台灣有四台冇強，我記得跳擺藝服下係並秀英機。變兩隻句，冇錯。係冇。係啊。並秀英機堂嘅前時有呢。係啊。哦。變天窗機啊。誒，錯冇錯。好，用個台拍呢，用嘛係個拍呢33.3分之一咧。哦。預告長片啊，都係表起來啊。咁先生你跳擺你冇下有表冇？有啊有表啊，仲有啊。咁你練下個人有表冇？練下。練下我出。因為我世界天啊，就轉到嘅公湯啊，公湯有表，公湯有表，喊係有表，所以你轉去公湯嘅時間咪？公湯其他公婆嘅時間誒，該唔要當用煙梅嘛？有嗬，當用煙梅，當用煙梅，還係要按樣嘅感覺從。係啊，你啲種嘅東西出來，個人個隻啦，乜嘅嗬，你聽咗啊，有那個音樂，尤其那個八音嘛，傳統嘅八音嘛，嗰種嘅煙梅咧，就除了跳擺為打旗袍之外，咁我哋下當然政府希望講，誒，冇從跳擺樣打旗，可能寬保嘅概念。咁個講實在話，你像先生講嘅，哦，大家要按樣嘅歷史到處理嘅時間有冇？有等處理時要係講要做啲糖度八音，好，你那個整個。貴州嘅煙是非常嘅有意思，係啊，哦，都有意思。係啊，我時都說冇打旗袍，你表八音，你下八音當拍，你 MP3 當放片啊，你隨時做得表出來。係，所以誒，你嘅鄉親朋友係講基本要看科技類嚟，好相關。誒，我國家還有梅頭嘅煙哦，還有煙梅的誒。經驗係講當煙冇表百姓嚟，市場先生講嘅，你下度冇下係做啲表百姓啊，市場先生講嘅，你下許多進步咧，表百姓唔係很難，哦，你田螺宋苗做啲。要當到嘅音樂做啲簽下來表哈，咁講還有乜嘅做啲啦，大家咧分享聊下，就嚟講。可能基本嘅節目係咩講講？誒，講嘢情緒倒流哦，先生講到處理，還蠻講聽嘅處理。係啊，係啊，處理你講我做嘢就愛開門嘛。好啦，開門嚇，釀菜先啊！啊，個周先頭有冇強我擺阿公婆啊？咁啊，擺到阿公婆咧，大家唔下太細做嘅響響。錯。按到響響，響響去到裝頭咧，所有嘅苗啊，乜嘅苗，你全部係響過啊，其實。冇錯。提咗響嚟嘅因素咧，就你嘅發同就差唔多，跟住裝到唔下來哦，咁下到就按到正經就燎煙啦，冇乜嘅事情。冇埋事情，企掛子。企掛子，食飯。生煙湯。啊，生煙湯，哦，生煙湯、冬瓜湯，哦，你下真是冇咧呢，跳擺做生意真是有呢。還有咩？還有專門有咩？還有專門有咩？有梅頭。我喺本身上講到，我真係好好嚟準備了啲東西。係，處女就狀元家啦。好，你個狀元家聽咗會做嘅啦。聽錯。個周先頭從我哋嘅甲水嘅梅啊，然後自家嘅老公啊，要蛇啊，同人蛇啊，大大細細嚟做梅家，做梅家。個天窗啊，用兩種係老家啊，我裝呢個白沙嘅雞皮。哦，大咗魚。大咗嘅雞皮，兩個酒。哦，大到外加魚。大到外加魚，兩個酒嘅酒啊，嘅。用風梳，用風梳燙，還有風紙的呀，天然，佢非常嘅有味道，非常有代表性。所以先生去帶，你講帶埋白沙雞皮，撈兩罐酒，要幾天買嘅酒麼？一般就下好啲嘅酒啊，跳過下做 case 跳出按到風爐酒嘛，因為風爐有風嘛。所以你下做啲帶 whisky 當然做得啦。係哦，帶兩罐 whisky 打隻風紙哦，都要梅頭。VSOP 啊做得係嘛？哦，可能先生對 whisky 有一些研究啊，係嘛？有時處女嘛，係嘛？係啊，當然還有蘋果啦，下好嘅水果，還有那個你不下脆的好嘅發板啊，要開花發板當好看啊。譬如講，你看啊，我冇喺隔到雞皮嗬，你隔到當詐片咧，你看啊，脆嘅發板咧，硬發。哦，全是按樣嘅，所以等於是做，你做啲講老是做假樣改片那兩條東西，準備那發板那埋做假戲。錯。咁個特別愛遲到好，演出年會結束嘅時間，感覺依呢個
係唔會那東西同我而家那東西轉移。嗰種我哋冇係車啊，冇係車係冇。哦，只需要用講法吼，冇係做車啦。一般嚟講就話你那個冇係咯，即個老公嚇去到跟外家睇話，所以3、4點2、3點錯走咧。哦，冇殺藥，冇食殺藥。仲咩食藥？係，好，英講咧嘅係客家嘅年數，咩客家嘅年語啊，要講啦嚇，年初二，節16。節16，年初二要做外家，過節嘅時間咧就7月16，又做得做外家，一年做得做外家做2擺，好少。而家冇從兩下我條件咧做唔得，因為屍體冇夠落嚟，只都做外家就做得。不過講到初二吼，你時間行動嘅，一下是初三初四，因為按摩罕哦，其實一下是到初三初四，感覺初三初四是好罕的。初三初四一般都2年啦，應講咧年到初一二，那個4春8年，4春8年，年到初3、4，年客來去，所以我哋年客去過家了嚇，年來了我用那個初3到初4，其他時間冇錢才去年都8年哦，到大家要談到吼，冇初一就已冇限，到冇限哦，你話哎呀，初一來捱啲到冇限冇好來灶台。係啊，係咁個先生你啊講到你啊片，因為吼仲埋有貼條論文初三初四年來去嗬，因為先生要你來表演一下，係咩要你？酒天係啦，你講係冇錯，初三初四你來你去嘅時節咧，嗰時話啉酒啊，啉酒都打酒天啊。今年你講今年做勢係冇限到初三初四，大家就坐下來啉酒啊，打酒天啊。先生有打過嗎？有打過啊。咁你還記得嗎？當然記得啦。你到食到啲嗎？係啲。好少嘅因為啉酒係嗎？係所以飲酒，應該你啉茶。我很自信，唔係咁講，要大家來準備本大家來回味下。咁個先生你還記得？係乜計麼？嚇，呢個摩斯鏡，你真是陪得起來啊！當然咯，你講啦。哦，剛剛50分你講，冷係摩斯鏡，1000大熱，好2公婆，係3吉體，係4月8，嚇，8副祖上，哦6條湯哦，錯，7千插，8係8仙菜，9係韭菜花，10係10姊妹，中上鼓勵下，真是陪得，所以你一成跳擺你客家應該，我自己教過啊，用客話就個白酒片咯，我吃下冇。哦，我哋啊讀節目啲度咧。講酒片，愛用講做的哦，做先生其實我自信，我講摩斯鏡係冷嘛，冷什麼？嗰時係兩記小摩嘛，所以個摩斯鏡，我相信看全世界鄉親朋友聽說有因為，相信嗎？所以先生容易講摩斯鏡。你講摩斯鏡，係，我嚟講一下，不愛講摩斯鏡什麼咧？因為我冇拍嘅。你講一開始1、2、3，摩斯鏡。2公婆，所以你係馬先生。我樣啊，我吞到咧兩個。後嚟2隻樹木嘅就加起來咩？你係冷嘛？我2啊，我個2公婆啊，我是錯啦，我吞對嚟啦。哦，所以你啉酒啊？可是我唔係比摩斯鏡咩？你部摩斯鏡係，我係也強調出啊，現在時間你做樣咧。哦，佢咋個攞一百？我哋係人性，有冇人性？咋個攞一百？老師，其實老師4月8係比4嗎？4月8你做得出糧。哦，我係出糧嘅，你做樣咧，掉起來咧，2隻加起來。哦，所以你其實有一點點學問嘅。好啦，好，呢個4月8，好，跟我去嗌啊，咩？我跳公半樣啊。跳公半嗌，跳公半嗌讓係冇？剛剛係咩？嗌比倆係冇？比論講。咩食材？你做得？食材嗌，哦，嗌啲。你係做得出衫，你出衫嘅時間嗌出熱，好來，100，嗌講4月8，100，4月8，1000擔。哦，唔同。你讓咧？嗌讓咧，哦，你攞係按用呢，所以你係乜嘅？所以嗌讓咧嘛，係少緊啲搶啉酒。嚇？係少緊啲係咩搶啉？嗌輸咧嚇。係。有你讓嗌做輸係啊。係啊，係咪按用呢？所以你其實係思想性上講嘅嗬，初三初四，人下來去，大家是來啉酒，然後講酒客，有意思呢，有意思哈。所以鄉親朋友今年初三初四，你來回味一下，你來教你客家嘅酒片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當神奇。不過講到呢一片，你講初三初四到咧，所以你要做初5。其實我當簡單講，初三還有跳路哦，還有跳路，阿不跳嘅時間，我落羅楚家妹啊，嚇，我落羅楚家妹嚇，啊周先跳我落宋強鬼啊，好，宋強鬼啊，從初一到初二嘅垃圾啊，強下手都係
都係滿車咧寫路行哈，然後一掃睇，哦，你做按到宋腔鬼啦。宋腔鬼，咁個先生講。阿冇睇我阿冇睇我老廚家妹。老廚家妹啊。係。好，啊，當演出時嘅時節做接身啊。接身哦。係接身，接做身啊，做緊嘢接上來啦。啊，因為一開始要送造型嘛，係冇？你係攞去接進來咧啊！接進來咧，啊，嗰啲就初五了哦，初五咧就按到開小鎮，開小鎮啊，好，開小鎮乜嘅呢？就講兩個年啊，就差唔多一般應該就過體咧，他就開台鎮啦，開台鎮咧正月15，所以正月初五咧係開小鎮啦，好，所以一般就過體咧啊。那個初六啊，才可以過。哦，所以只是吼年年假開始，吼大家是來準備。不過只是等到過年嘅時節，大家是好好來過年聊年。不過只是要初五嘅時節，特別農業上邊，來開始都做勢了。係因為初三就做勢咯。哦，因為到初三啊。哦，啱做唔定，啱聊到初五，所以初五是來開始咧，吼。所以其實師兄先生講，初七是青龍菜。初七咧係西洋菜，西洋菜，乜嘅國菜啦，乜嘅白菜啦，香菜啦，嚇你睇話蒜蓉啦，都係安樣嘅菜，哇有意思嚇，係鄉下煮不成呢啲説啊，當有意思嚇，大家要發現冇嗬，其實你講講應該歷史，大家都點個經驗特別繞牆度網教學裏度節目地圖，講來講去。其實咧地圖都係好悶，比你想嘅很好多。哦，係啊，非常嘅澎湃，非常嘅澎湃。還有個歷史後背嘅故事，嗰啲古也是一個那些嘢都有意思嘅古做啲人講。錯㗎。有味道。錯㗎。你別講過年就係過到正月15啊。係啊，我家還要當到古做啲分享。係啊，要做冇做啊，就係聊到。夜半個，真是哈，所以今日當番伊做啲繞牆同網教授來到節目地圖哈，然後大家來分享，按都有意思講年嘅理想。今日談好過後咧，係講今年上國家當有年每個年，你是好好地遵從，要到做得多嘅理想，你就是來做一下。係大八億嗎？係啊，大八億是做得多。係啊，10班啊，哈，所以什麼你嘅教授來到節目地圖分享，要喊直來。好，什麼搞笑？好，我向親朋友到兩位吼，老大家都先拜早年咯吼，啊，新年快樂！唔過兩下嚟去做嘛，家己先去聽潤同先生去做潤堂了。